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啊！今日為食嘅 Bunny 又出動去探店荃灣極大型氣，係一間比得上居酒屋嘅日式放題店，主打新鮮刺身、頂級海鮮同埋日式料理，係近期少有嘅排隊店啊！準備好抹口水未啊 ？Let's go！ 呢間店位於荃灣廣場6樓，booking都幾富噶。簡單講下價錢啦，5時閒日 A 餐278蚊一位，B 餐呢加90蚊，即係368蚊一位。其他日子同埋時段都顯示咗喺熒光幕上邊啦。A 餐食物已經好豐富啦，B 餐呢就多幾款期間限定。我哋去探店嗰日有丸仔蟹，出片嗰陣已經轉咗 menu 咯。我哋晚上6點半就去到啦，一入到去個場幾開揚下，覺得都算舒服。一坐低嗱嗱聲 scan 個 QR code 落單，哇！選擇多到眼都花。大家睇唔清菜單冇所謂，點味會再放多一次，等你哋慢慢睇返。樣樣都想點算啊？唉，唔理啦，中意就剔啦。落完單，趁啲食物未到，出去自助區逛一圈先。見到有點心、麻辣小龍蝦、豉汁蒸海斑、豉汁蒸鱔、章魚燒都有，多款海鮮、滷水鵝、炸物、水果都好齊全噃。飲品款式就唔多，仲有最可惜嘅就係呢間店係未有酒牌㗎，想飲返2杯嘅朋友仔就要等下次啦。落咗單嘅食物終於嚟啦，首先登場嘅係刺身拼盤，我哋點咗松葉蟹腳、三文魚、赤蝦、赤貝、北海道帶子、藍鰭吞拿魚，仲有好多刺身嘅款式，我哋係未點㗎，滿滿一碟，睇到就開心啦，食落去啊，入口即溶，正。跟住就係其他菜式啦，酒醉鮑魚夠晒入味啊，咬落去彈牙之餘都好腍㗎，鹽燒牛舌好味道。燒香草羊肝又腍又香羊味，火候啱好。鐵板鵝肝外焦內嫩，油香味好濃郁。金枕頭榴蓮燒，隔離台一路咁 encore， 睇嚟都係榴蓮控啊！中意榴蓮嘅朋友仔就一定開心啦。鮑汁花菇珍寶包，跟湯梅花膠，哇！花膠扒，泰式麻辣奶油大頭蝦，真係泰國風味啊！薑蔥炒蟹呢就普通貨色啦，蟹黃鮮鮑魚粥好綿滑啊！壽喜燒牛肉鍋，一邊煮一邊食，居酒屋咁啊！蒜蓉粉絲蒸聖子黃，辣酒煮花螺真係幾辣噶！珍寶生蠔燒咬落去肥嘟嘟，好 juicy 噶！金雕辣輪燒配黑松露忌廉汁，都係招牌菜嚟噶，不過我哋呢一份就凍咗啲咯。燒乳鴿，好啦，大家係咪想睇下 B 餐加咗幾十蚊又有咩食啊？油鹽焗丸仔蟹，蟹膏多到爆晒出嚟啊！一咬落去超滿足。波士頓龍蝦，酒店水準噶。北海道帶子吞拿魚魚蓉魚子城，唔單止個名長到講唔晒啊，食落去個口感豐富到呢，又新鮮又有咬口，啲魚子爆晒珠，好正啊！鱈魚乾海膽吞拿魚蓉 taco， 口感好豐富啊！仲有魚子醬拌 A5 和牛薄燒，呢個就中規中矩啦，可能已經食飽咗啦。最後就梗係甜品同埋雪糕作為收尾之作啦，緩解返口腔入邊嘅油膩感。其實仲有好多菜式未點㗎，不過實在太飽啦，個肚都裝唔落，留返下次再挑戰咯。講真，一個價錢有咁多選擇，質素仲比得上居酒屋，難怪成日都爆場啦。想去試嘅朋友仔一定要早啲 book 位啊！我覺得無論係想享受美食定係慶祝特別日子都好合適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片尾會重溫地址、價錢同埋菜單。最後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，識得點做啦，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就有動力繼續去尋找香港美食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